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1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5篇第1节到第5节，第17节到21节。今天的经文还有撒迦利亚书第6章第9节到15节，使徒行传24章第10节到23节。今天的主题是冠冕。俗语说，虎死留皮，人死留名。这表达出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他的价值，或者我们说有他所追求的一个目标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。如果这样思考的时候，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。耶稣基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。那么既然我们必须要向前看的话，那到底要看什么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？这是基督徒应当好好去思考的。撒迦利亚书第6章第9节到第15节这样说道：你要把流亡者黑带、多比亚和耶大雅所献的礼物，立刻带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家里。这些人从流亡的巴比伦回来的，你要用他们所献的金银做一顶冠冕，戴在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耶书亚头上。你要告诉他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：那称为枝子的，要从他所在的地方伸展出去，并重建上主的圣殿。他就是要建造圣殿，接受王者荣耀，统治他子民的那个人。有一个祭司要站在他的宝座边，他们两者都要在和平融洽中共存。这顶冠冕要留在上主的圣殿，作为纪念品，纪念黑带、多比亚、耶大雅和约西亚。住在远方的人要来协助重建上主的圣殿。当圣殿重建以后，你们就知道，上主万军的统帅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。如果你们竭力遵守上主你们上帝的命令，这是一定实现。如果竭力遵守上帝的命令，这个冠冕就会留在上帝的圣殿，作为纪念品。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，正确的目标，是上帝所交代的。在保罗的第3次宣教旅程结束之前，他决意要回到耶路撒冷。虽然我们看到在米利都的时候呢，有以弗所来的长老们，他们尝试劝阻保罗，因为他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有人要陷害保罗。以及我们也看到在叙利亚的泰尔，当保罗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也有附近的门徒们来劝阻保罗不要进去耶路撒冷。但是保罗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呼召以及目标，
所以他坚持继续他应尽的旅程，进入了耶路撒冷。保罗所追求的不是自己的地位，他在格林多前书第3章第4节到第9节中论到了，无论是亚波罗或是他自己，都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，只有上帝才是让人生命成长的上帝。保罗说，你们当中有人说我是保罗的人，也有人说我是亚波罗的人，这样你们跟属世的人有什么不同呢？到底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我们不过是上帝的仆人，要引导你们归信上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主所分派的工作去做。我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，可是使他成长的却是上帝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算不了什么，一切在于使他生长的上帝。栽种的和浇灌的并没有什么差别，上帝会按照每一个人的工作报酬他。我们是上帝的同工，你们是上帝的园地，你们也是上帝的建筑物。保罗既然不追求他的地位，他追求的也不是他自己的利益。他在使徒行传20章33节到35节当中，他这样子提到，我从来没有贪图任何人的金银或是衣服，你们自己知道，我是用我这一双手工作，来供给给我和同工们的需要。我在各种事上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告诉你们应该这样勤劳的工作来帮助软弱的人。要记得主耶稣亲自说过的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也因为这样的情况，保罗他不追求自己的安全，然后来躲避，就不进入耶路撒冷，追求苟安，成为寄生的基督徒。保罗选择听从圣灵的旨意，上帝的呼召，他勇敢地前往耶路撒冷，并且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勇敢做见证。使徒行传24章10节到15节，保罗他为了自己来辩护，他这样说道：这个时候，总督向保罗示意，要他说话。保罗就说：我知道你在本国执掌法政多年，因此我乐意在你的面前为自己辩护。你不难查明，从我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到现在，只不过是12天。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圣殿里跟任何人辩论，也没有看见我在会堂或是城里其他地方煽动众人。他们无法向你提出控告我的证据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承认，我是根据他们所认为异端的那道路来敬拜我们祖先的上帝。
我也相信，在摩西的法律和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，我对上帝存着跟他们相同的盼望，就是盼望所有的人，无论善恶，都要从死里复活。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子做见证？宣扬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呢？因为他清楚知道这是上帝所交代他的使命，是他使徒身份的呼召。保罗又说，因此我常常勉励自己，在上帝和人的面前常保持着清白的良心。我离开耶路撒冷已经有好几年，我这回上去是带着周济同胞的款项，同时要献祭物。他们在圣殿里发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行了洁净礼，正在献祭。我并没有聚众，也没有作乱。不过有几个从亚细亚省来的犹太人在那里，这些人若有控告我的事，应该到你的面前控诉，再不然就让这些在场的人指出，当我在议会申诉的时候，有什么犯罪的行为。我站在他们面前，只高声说过一句话，就是今天我受你们审判，无非是为了相信死人复活的道理。就如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，那值得竞争的赛跑我已经跑过，该跑的全程我已经跑完，该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。从今以后，有公义的华冠等着我，就是那以公义施行审判的主在基督再来的日子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要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。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保罗的心志，他的勇敢、热忱的与人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不畏艰难，不怕被拒绝，只有勇往直前。诗篇145篇第1节到第5节，17节到21节。我的上帝啊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；我的君王啊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我要天天感谢你，我要世世代代颂赞你。上主至大，应该大受颂赞，他的伟大无法测量。世世代代都要宣扬你的作为，他们都要宣布你大能的事迹，他们要陈述你的荣耀和尊严。我要传布你的奇妙作为。上主的作为都是公义，他所做的都有怜悯。上主亲近所有求告他的人，他接近诚恳求告的人。他要成全敬畏他的人的心愿，他要垂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他保护所有爱他的人，但他要消灭邪恶的人。我要赞美上主，愿一切被造物永远颂赞他的圣名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保罗的心志，专心奔跑主的道路，尽心尽力的服侍，为求主你的奖赏，得到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冠冕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